習而是學知。若要破構創新，需要你我構思。難題和失意，只要夢夠癲夠合時，最後會改變，只要肯試。校長食飯。有冇同屋企人商量過啊？有啊。你咧？中午嚟同我一齊食飯，我希望咧將佢最懷念嘅一刻留低。我有陣時覺得喺個辦公室裏面咧，唔可以同學生一個好遠離嘅關係。好希望咧同我學生分享一下自己嘅感受。原來老師係咁樣諗㗎，我又點樣諗啊？咁呢個我覺得咁親密嘅關係，先可以陪同佢哋一齊成長。我哋唔係想要每一個同學都係英文科100分，中文科100分咁簡單。我哋其實希望佢學識做人嘅道理上面。你個古仔係大話西遊，唔好講大話喎！我哋啊，為咗配合2000年嘅教育改革，培養青少年正確價值觀，校長馮敏儀由2003年開始喺校內積極推行生命教育，加強學生喺成長過程面對逆境嘅能力。入咗呢個教育界咧，已經21年啦。回想翻喺我當初入教育界嘅時候，都有一段嘅故事。我冇兄弟姊妹，而媽媽比我年長48年，而我爸爸咧死嘅時候，淨得我同媽咪。但係嗰陣時得15歲啫。因為經濟嘅壓力都好大，人生路開始好艱難啦。媽媽年紀太大啦，根本都揾唔到工作，我唯有就自己去揾份補習。喺嗰個時間，修女知道咗我生活嘅艱苦，佢話：不如咁啦，我揾多啲人捐錢俾你，等你咧減輕經濟嘅壓力，可以俾心機讀書啊！呢一個解決咗我當時咧經濟嘅狀況。爸爸媽媽離世嘅時候，亦都係同一班嘅修女照顧自己。就係呢啲咁嘅生活嘅點滴，我覺得讀書係有一個出路嘅。咁我好想咧，就藉住生命教育啦，將呢一個我嘅生活上面咧點滴或者我嘅經歷咧，讓細路仔咧去警醒。呢間位於粉嶺嘅學校，入讀嘅學生好多都係獨生子女。老師點樣喺呢6年入面為學生建立一個互相信任、關懷同支持嘅環境，令到佢哋放心表達自己，而又能夠健康成長呢？喺原有嘅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上，學校全力推行校本課程生命教育。今次嗰個目
標咧，其實就係想小朋友去明白，要觀察人哋。其實如果我哋第今一堂可能要做啲嘢，解釋咗咩叫同理心或者同感心，即係其實睇下。每2個星期，校長馮敏儀都同生命教育組嘅老師開會檢討課程內容。而過去10年，隨住學生嘅需要，亦不時作出修訂。咁如果係咁反而咪可以帶翻同感心個名出嚟。尤其是一個唔開心，一個開心。近年，老師發現好多學生唔識點同人相處，同學之間好容易出現衝突。經過多次討論，大家決定將尊重與和平呢個課題編入2年級嘅課程入面。想小朋友就明白就係話，原來我哋從唔同嘅角度睇嘢咧，就會睇出唔同嘅效果嘅。即係要學識點樣企喺人哋嘅位置睇事物咯。咁就點解你成日都話教咗17年書嘅黃美娟老師係生命教育組嘅組長，佢話課程內容經常需要因應社會轉變作出調整。好多小朋友都係獨生子女啦，咁可能喺屋企根本佢都冇需要去感受人哋嘅需要嘅，因為爸爸媽媽或者屋企嘅大人已經就晒佢哋自己咯。咁所以其實喺屋企嘅生活當中，佢根本從來未明白過咩叫做同感心嘅。咁但係翻到嚟學校，佢事實上又要同好大班同佢同年紀嘅人一齊相處喎。咁喺個過程當中，可能就會起咗好多嘅摩擦啊、衝突啊咁樣咯。咁我哋覺得，咦咁樣唔得㗎喎，個校園嘅氣氛唔得和諧㗎喎。咁既然係咁，不如我哋就通過一連串嘅活動，希望小朋友去學識點樣去有同感心。因為真係嘅同感心係作為尊重別人嘅一個好首要嘅條件咯，我哋覺得。同阿娟娟同學，咁咧係啦，咁咧係啦，呢個台面，咁我哋咧就幅畫而家咪咁擺嘅，係咪啊？咁陣間黃老師會講1、2、3，你就反轉佢，我而家唔准反轉住啊！咁反喺2年級上尊重與和平呢一堂嘅時候，黃美娟老師嘗試透過一張從上下唔同角度反映唔同表情嘅圖片，希望學生學習多角度觀察其他人嘅反應。你覺得佢個心情係點啊？你覺得佢好嬲？你望真啲，你望下嘴。開心開心。你覺得佢開心？你淨望下佢嘴啊，留意佢嘴啊，留意佢嘴。你覺得佢點？你咧？喺度笑。阿賢仔就話見到佢好開心，有冇人見到呢個男士其實唔開心㗎？有第二啲表情㗎？你覺得佢點啊？又笑又嬲。點解有人話佢又笑又嬲咧？咁樣睇又係笑，咁樣睇就係嬲。原來同一件事物，我哋用唔同嘅情況去睇，唔同嘅角度去睇，同一件事都會有唔同嘅喎。原來我哋要點樣先至能夠尊重我哋身邊嘅人，尊重我哋同學？原來有樣嘢好緊要嘅，就係黃老師今日要介紹一個心俾你哋識，同感心。我哋學尊重好緊要一樣嘢。咁我好希望咧，你哋呢一個下學期咧，呢堂開始起，日日同我掛住呢個心，掛住呢個心做乜嘢啊？就係學識要有同感心。乜嘢叫同感心呢？原來同感心咧，簡單啲咁講，就係要同人哋有同一嘅感受。要獲得真正嘅同感心，一個健康又靚嘅同感心咧，原來第一步咧就要識得觀察。你觀唔觀察到邊個？跟住黃美娟就同學生玩一個遊戲，測試佢哋嘅觀察力，睇下平日同學用嘅係乜嘢款式嘅文具。你平日有冇觀察邊個男同學咧嘅筆盒？男同學嘅筆盒係有個卡通人物係識爬牆嘅咧，會吐絲出嚟嘅咧。哎呀，係喎，可唔可以幫我攞你個筆盒出嚟啊？係喎，有筆盒咧，原來個人物咧就
就係、有個吐司嘅公仔人物，好放低咯喎，放低咯喎。好啦，一位女同學，佢有嘅筆袋，童話故事嘅公主嚟嘅係一個，咁咧有7個人跟住佢一齊嘅。係啊，大家其實係邊個啊？咁即係代表啲乜嘢咧？點解黃師提少少？阿聰仔就知羅佩斯有個公主筆袋啦。點解咧？啊，佢平日點樣咧？佢平日應該點樣啊？咩話？佢平日點樣啊？已經睇過佢。哦，聽唔聽到佢話乜嘢啊？平日佢有留意到身邊嘅同學擁有啲乜嘢？頭先黃老師講噶嘛，原來我哋要獲得同感心，第一個秘密武器就係我哋必須要點樣啊？用眼睛多啲去做咩啊？觀察人哋。所以觀察力確實係我哋同感心最楊老師個表情。為咗令到呢班初小嘅學生更加容易感受其他人嘅情緒，加強同感心，黃美娟特別準備咗一啲喺生活中常見嘅片段，幫佢哋融入其他人嘅感受。等話俾我聽，左邊定右邊個哥哥遇到困難喎？好啦，邊個哥哥有問題啊？阿哲哲出嚟同我哋講下。呢個哥哥，你從啲乜嘢，你會覺得呢個哥哥有困難呢？佢做啲乜嘢嚟啊？頭先佢頭先咧喺度喊咧，然後咧好憂心啦，好想受佢一喊。哦，好擔心。擔心同唔同意啊？同意。仲有咧？好傷心。仲好傷心，同唔同意啊？仲有咧？原來咧同感心呢個字彙咧，好似好大人啊！有時我哋自己大人都會難於去理解。咁所以喺設計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盡量諗到一啲希望有啲嘅感官啊、視覺啊嘅一啲嘅教材咧，可以幫助到咧我哋令到小朋友明白咩叫同感心，即係話感受對方嘅感受咁樣呢一樣嘢啦。咁而我睇到今日咧，小朋友咧可能佢暫時仲係未好完全理解到咩叫同感心，但係第一步咧獲得同感心，需要有觀察力，觀察人哋有咩困難咧，我覺得係帶到嘅。我都要觀察人哋嘅感受咯，同埋要同人哋嘅感受一模一樣咁咯。同感心就係有需要嘅人就要幫佢。如果人哋有啲需要幫助嘅，你可以行過去問下佢，之後你可以幫佢。每星期每級都有2節生命教育堂，透過體驗式嘅學習，幫助學生建立正確人生觀。喺呢6年入面，生命教育科嘅老師都會鼓勵學生表達自己。佢又點樣啊？佢又同你小花咁就做咗朋友啦。學習分工合作，加強社交能力，微笑香腸，增強自信，我都唔驚，你哋點解要驚？好啦，向前行，向前行。關心別人，建立責任感，培養積極同樂觀嘅態度。見到自己期咧。中文科老師林慧思亦都負責喺學校推行生命教育。由於做過10年嘅輔導老師，對於喺成長過程中遇到困難嘅學生，佢話多咗一份體諒。透過生命教育，希望可以陪住佢哋一齊成長。有好多人都話啊，而家啲小朋友生活好幸福，但係我自己又有另外一個睇法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，好多兄弟姊妹，好多表兄弟一齊玩。但係而家嘅小朋友咧，好多時家家戶戶咧都係住私人樓宇，咁
咁佢哋咧都未必有好多機會咧同啲小朋友有一個群體嘅生活。咁好多時遇到生活上面嘅挫折啊，或者學業上嘅困難，佢都唔識得去點樣去應對。我哋生命教育咧就係希望做一個預防性嘅工作，希望透過呢啲預防嘅學習咧，佢哋能夠舒緩自己嘅情緒之餘，亦都同同學、老師或者家人之間咧係有一個好親切嘅關係。咁咧，我哋上一堂咧就已經預告咗俾同學聽，你會寫一篇文章係叫做《被遺忘的小東西》。好多嘢我哋都會擺埋一邊，會唔記得咗。攞翻起嘅時候咧，有好多感受。我冇同同學講過我同嫲嫲之間嗰個故事俾大家聽咧？冇，想唔想聽咧？想。咁咧講俾同學聽呢個故仔咧，希望係可以激發同學咧對家人係多啲關懷同埋愛護。有時咧冇咗咧，嗰個時光冇咗咧就冇咗噶啦。到你想做翻嘅時候咧，已經後悔，已經好遲。生命教育着重師生之間嘅交流。呢日林慧思上作文堂，拋磚引玉，佢先將自己嘅經歷同學生分享。咁我咧細個咧係一個好扭計嘅小朋友，我嫲嫲咧湊我湊到6歲嗰陣時咧好辛苦，咁咧佢屋企咧好多一大隻嘅蜘蛛咧躝嘅，咁我就會驚到咧跳上張床嗰度咧就嗌救命，乜都唔識做。嫲嫲咧徒手就拍，就同我拍死嗰隻咁大隻嘅蜘蛛，我就安心啦。嫲嫲咧當時有一個動作，點一點口水，摸住我隻耳珠，唔使驚唔使驚，嫲嫲喺度。當我做咗老師之後咧，嫲嫲咧年紀大啦，咁佢個胃咧就生癌，即係生癌症。之前嗰晚咧一路昏迷，咁我就喊啦，咁啊嫲嫲咧瞓住覺咧走咗啦。希望佢哋都第時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咧，傷心咧係難免嘅，係好自然會流露嘅感情嚟嘅。希望佢哋唔會抑壓啦，同埋都學習放下咧，都需要係一啲步驟嘅。我到而家咧都唔敢去拜佢嘅，我驚我喊啊！咁啊潘 Sir 咧就捉住我，係都要我去拜山。咁但係咧，我見到咧又唔係真係咁傷心啫喎，好感動啊！因為嫲嫲，我自己感覺到咧，嫲嫲咧都好想我去探佢。咁我自己都係一個負責生命教育嘅老師，我覺得如果能夠跨越到呢個自己心裏面嘅難關咧，咁對我將來做呢個生命教育會更有幫助。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有機會同小朋友分享，可能我都會有少少情緒嘅牽動嘅，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同學生一個好親切嘅關係。佢可以原來老師有一啲感動嘅故仔喎，我從來未聽過嘅喎。咁然之後佢引發佢哋咧都可以表達佢自己嘅故事出嚟俾我聽咯。嗰隻蜘蛛同埋嗰張相咧，就係我遺忘咗嘅嘢。你哋咧？你哋有冇你哋嘅古仔咧？趕蚊，咁嫲嫲之前都係回憶用嗰把扇，唔中意用冷氣。阿嘉興，你試下講啦！你嗰陣時有好多古仔，係咩嚟嘅？第一次送俾我嘅。第一次送俾你嘅係咩嚟㗎？一個盒放喺自己嘅床頭上面。佢次次翻咗大陸嘅屋企，都去開嗰個網上嗰個視頻關係，即係個視像嗰個係咪啊？所以你開心咗係咪？咁嗰個公仔對你有冇幫助？有。點樣啊？點樣有幫助？感覺到媽咪即係日日都喺我身邊。我哋呢邊嘅小朋友咧，有啲可能單親啦，有啲係我哋叫做假
單親啦，即係其實根本可能冇爸爸媽媽照顧，係啲老人家，即係譬如婆婆嫲嫲嗰啲照顧佢。亦都有個問題咧，就係有啲小朋友嘅爸爸媽媽可能喺大陸嗰度做嘢，好少時間咧去接觸佢，所以佢哋嘅情緒都真係比較多。咁但係正正生命教育咧就係俾咗一個機會我哋去發掘佢出嚟，發現咗佢有問題嘅時候咧，我哋希望盡量用我哋嘅愛心啦，我哋嘅老師不同嘅關懷啦，希望可以幫佢咧過渡到呢啲逆境嘅。你係佢嫲嫲，好，我係班主任啊，林慧思老師啊，我都想講下家興咧近況俾你聽啊。係嘛？因為咧，家興咧之前咧佢有啲情緒啊，咁成日都話掛住媽咪，咁佢就每個月每班嘅班主任都會打幾個陽光電話俾家長，希望大家俾到足夠支持學生，令佢哋健康成長。咁一陣間我湊佢翻嚟啊，咁你讚下佢啊，因為我都知道有時始終爸爸媽媽唔喺佢身邊咧。佢會即係有少少唔開心，有時都即係希望家長即係嫲嫲，你多啲開解下佢啊。佢有冇同你？其實我哋學校咧，即係做咁耐生命教育咧，就係想希望家長同我哋老師都一齊合作去培育生命嘅。咁但係有時真係社會上面有一啲家庭問題，之前咧就即係我哋係明白嘅，見家長都會講開啊。其實個小朋友有啲情緒，爸爸媽媽唔喺身邊咁。同埋有時佢哋功課唔識咧，我哋就會喺課後呢啲時間嗰度，就都要我哋家長同意嘅，即係簽咗同意書啊！我哋想個小朋友翻嚟教佢作文喎，或者教佢寫字喎，咁佢哋簽咗同意書啦，我哋都會留佢哋喺度幫佢哋手。生命教育咧，着眼點咧，學生點樣去睇生命？做一個老師咧，就係點樣去同我哋嘅學生一齊睇佢嘅生命。學生點樣睇老師嘅歷程？呢個我覺得係令到大家嘅關係咧更加密切。咁亦都係我哋想傳達咧一個愛嘅訊息。爺爺你好啊！俾翻阿家興你啦，佢未寫晒㗎篇文，係啊，不過即係呢排咧佢都好咗好多啦。係。為咗鼓勵學生同屋企人建立親密關係，喺4年級嘅生命教育堂，老師刻意加入沐足呢個環節。上堂嘅時候，大家都係第一次幫人洗腳，學習點樣付出。我覺得好幸福，我覺得好開心咯，可以服務人。因為我覺得佢唔舒服咯，我會翻去幫爹哋媽咪洗腳，佢哋生咗出嚟同照顧我好耐咯。佢哋都有表達過，爸爸媽媽好少攬佢哋，又或者好少親密嘅接觸。咁我哋透過沐足呢個活動，希望佢能夠咧製造一個機會，俾佢同屋企人咧親密啲，去為屋企人服務，亦都俾屋企人知道，其實仔女咧都好想孝順佢哋。放學之後，謝學儀急不及待返屋企，嘗試向媽媽表達關心。唔該，幫你洗腳。覺得好舒服喎，又估唔到佢識得同我按摩喎，未試過嘅。好窩心嘅，譬如翻嚟見到爸爸放工翻嚟好攰，咁佢又識得同佢按摩啦，斟杯水俾爸爸媽媽飲啦，咁樣就叫我哋唞下先啦，或者食啲嘢先啦，咁樣咯。
有一次佢喺學校咧上嗰個生命教育嘅時候咧，講緊媽媽10月懷胎，佢要孭個書包喺前面嘅。咁佢話媽媽，原來咧你陀我嗰陣時原來真係好辛苦噶，去唔到廁所噶原來。咁我就話啊係啊，咁你知道懂得原來媽媽係陀嗰陣時候咁辛苦噶咁樣咯。咁啊估唔到佢學到呢一樣嘢喎，翻嚟同我講咁。覺得佢好明顯地係成長咗嘅，最重要一樣嘢，佢識得自己照顧自己之餘多咗咧，係識得感恩。因為好多嘢都唔係理所當然嘅，即係我哋成日同佢講，咁佢識得同人分享，去感恩先係我哋想去學到嘅嘢咯。即係我唔係要話佢學業成績好叻。但係我只係想佢真係識得生活係點樣樣咯，識得同人分享咯。呢晚，全校嘅3年級學生準備喺學校過一晚夜。你歷奇會唔會幫手？先到做分組討論咧，個人數就要9個至10個。朱慧珍老師，生命教育課程嘅老臣子，教咗10年。由2011年起喺學校舉辦成長營，等小3學生留宿，訓練佢哋嘅獨立性。好多學生都係第一次離開爸爸媽媽，單獨喺學校過夜。呢晚大家除咗興奮之外，仲會有咩係最難忘嘅呢？其實喺小朋友由初小升到高小，係一個階段嘅完結。我哋成日都希望喺個小朋友嘅生命歷程當中咧，能夠有一個位置係佢好記得，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。好，大家好未？準備好未？我哋希望做一個總結之餘，亦都希望小朋友咧係透過呢個嘅營咧，有一個大少少嘅躍進，提升佢嘅自我管理能力，感受到一個團隊精神。我哋希望就喺呢個階段咧，喺小3嘅時候，就讓佢領略得到、體驗得到，咁對佢嘅高小嘅發展會有成長幫助咯。一陣間我哋會分組成為5至6個人一組，每一組嘅其中1位同學係會做指示員，咁其他嗰4位同學咧就會戴上眼罩，唔使攬住嘅，有個眼罩。好，一步停。朱老師咧而家係擔當指示員嘅工作，由禮堂出發，經過呢一度嘅走廊，一路出去。嗱，過程之中，朱老師唔可以點佢哋喎，向前行，向前行。嗰個指示員咧，其實就需要教佢哋點樣去前進。佢哋面前會遇到一啲咩嘅困難？有樓梯級啊，定係要跨過一啲嘅矮凳啊等等，定轉彎？咁嗰個指示員就好重要嘅。你哋點睇？即係老師去揀個指示員好啲啊，定係由佢哋自己互相推舉好啲咧？互相推舉。好。我哋分咗組之後，咁我哋會召集一啲指示員一齊出嚟。即係要講翻俾你聽個重點先。全部都係小隊長嘞喎，係嘛？全部小隊長，咁一陣間全部蒙晒眼嘅時候，咁就靠你哋㗎啦，你哋就係唯一帶路嘅人。係啊，關鍵所在啊，冇錯啦。唔使暗號㗎啦，我哋今次好清晰，記住我哋清晰俾個方向佢哋。方向仲有冇啊？你同佢講向前，佢一路行㗎喎，佢唔會停㗎喎。
係，咁有冇人諗過可唔可以叫佢行幾多？一世步。幾多啊？一世步，仲有一。各位組員，你哋準備好未？識得。熄個燈營造個效果，我哋希望咧，其實佢個過程之中，佢知道係黑暗嘅，個安全感其實就降低咗嘅。咁佢哋就會用耳朵去聆聽個指示員嘅每一句説話。咁我哋希望咧就係話喺個有少少帶有少少恐懼當中，等佢個感受會深刻啲。快啲啊！要小心啊！你係等佢哋從中其實會學習到喺呢個過程。如果我要克服困難嘅話，我哋每個人都要有啲個責任會負嘅。蒙住眼嘅就要細心聆聽，講嘢嘅人佢就要因為黑啊，佢就會特別關顧啲小朋友安全。大聲啲！轉咗。可能會俾你喺度，好貴㗎呢度，冇好啦，向前行。夜行歷奇，讓小朋友喺一個黑暗嘅環境當中，希望小朋友能夠透過一個互相信任，因為佢哋蒙住眼其實睇唔到嘢，好需要大家有互信、互相合作嚟完成呢個任務。咁呢個就係團隊精神建立。而家你手落去個欄杆度，點啊？慢慢行，攞住個手慢慢落嚟。好啦，stop！你小心啲，捉翻條繩。唔清晰啊，佢太細聲啦，有時都，所以佢成日拉住我。今次指示得好差咯，平時我參加童軍嗰陣指示都好清晰。今次我唔知點解，係咪有黑嘢啦？因為平時比較驚黑嘅。我聽到佢講10次啦嗰句話，我話冷靜啲，冇乜嘢。我哋就嚟到禮堂㗎啦，鎮定啲。我嘅第六感。我覺得應該係冷靜，同埋唔應該少少時候驚。佢哋有個缺點就係降落樓梯咧，佢哋咧一摸唔到條繩咧，就亂咁摸，係咁摸，好似啲盲人咁亂咁摸，哇！周圍摸。因為嗰陣時我哋大家眼皺啊嘛，成日話唱衰人哋。如果係你都會咁啦。係啊。如果有好過佢嘅話咧，有少少唔啱咯，我又講，即係唔。我啱啱講嘢雖然係重咗少少啦，不過佢應該可以唔介意。即係有啲嗌交咁樣咯，但係唔會啦。即係我哋都幾係成日，即係有陣時講下笑啊咁樣都會啊。喂鬧下人啊咁樣，佢好開心好笑。馬文臣，你講先啦，你覺得點啊？做動者，我覺得好緊張嘅，因為我一講錯嘢咧，佢哋就會即刻行錯啦。咁你覺得剛才頭先個活動咧，你哋有冇互相合作啊？我覺得麻麻地，麻麻地啦。入嚟！好驚會行下咧，行多咗級跌落去。好慘我隻腳！指示員捉住我呢度，我就舒服啲啊！我舒服啲感覺到，我為你掌聲。剛才有冇人想話快啲完啦，唔好玩啦？有冇人咁樣諗㗎？有喎。咁當其時你好想放棄嘅時候，係咩支持你？哎呀，玩埋佢啦！有冇其他同學做過啲咩嘢啊？你只係指揮我，佢邊個波係邊個幫佢，同埋佢好大聲嘅話令我真係覺得有個人喺度陪住我喺度做嗰件事咯。
到總結嘅時候，老師要求學生寫出佢哋喺成個行動之中最想多謝嘅對象，學習感恩。至於剛才曾經對指示員不滿嘅馮美儀，亦都學會包容，到最後喺紙上留言，多謝呢一位指示員。即係有少少矛盾嘅，不過有陣時咧就講下笑啦，都好開心。我就想多謝阿陳怡龍，我做完呢個活動之後咧，佢講咗我做錯啲咩。合埋你嘅眼睛，回想下喺呢3年入邊，我哋最想感謝嘅人。陳老師、黃老師。分享係推行生命教育中最重要嘅範疇之一，透過同學、老師之間嘅互動，讓學生感受到愛同關懷。呢晚活動就嚟結束，學生離開屋企，第一次喺學校過夜。今晚喺度經歷嘅一切，將會留喺佢哋嘅小腦袋，陪伴佢哋一齊成長。我想問大家，老師喺同學心目中，你會覺得老師叻唔叻啊？你覺得係咪好多？喺小朋友嘅成長過程中，想提升佢哋嘅學習動機，老師其實扮演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。親密嘅師生關係有助帶動學生嘅學習興趣。喺4年級嘅生命教育課程中，就有一系列活動幫助拉近師生關係。最多係邊啲人？我哋做咗個統計啦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同學都發現到原來老師同埋同學係我哋最常見嘅人嚟嘅，除咗屋企人之外。咁今堂咧，我哋上第2堂啦，呢堂叫做4眼超人啊！我揾2個試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。行去每一個站，譬如攞個箱先，每個杯入邊有啲嘢食喎，有蠔仔餅啦，有魚仔餅啦。校音咧係氹住咯喎，好嗱，而家大家你停喺原位，我想問下啦，我訪問佢下，難唔難啊？難。你覺得難唔到老師嘅？舉手俾我睇下，有啲人覺得應該難唔到老師喎，都有好多人喎。佩儀啊，如果係一怕醜啊，唔係好敢扶我啊，我忍唔住咧，要捉佢實啲，好安全感大啲。佩儀，你覺得點解老師會捉得你咁實咧？缺乏安全感。缺乏安全感。你係邊個啊？你係邊個啊？嗱，方仔咯，2個孖仔嚟，上堂比較靜啲啊。哦，係啊。但係當時佢幫我嘅時候咧，佢好大聲咁提我啊。得，食喺口度啊！咩原因你咁大聲講嘢嘅？驚老師聽。大聲啲講啊！好似頭先咁大聲啊！講得好好啊，講啊！係佢講咗啊，諗下大聲少少啊！驚老師聽唔到。最深刻印象咧就係頭先我咪有段時間冇人扶我嘅，咁跟住咧就突然間好多人即刻扶我啦，咁咧就同埋佢哋咧又係咁嗌啊耶好嘢，應該每一站應該都有
有3個人㗎嘛，係咪？係。去到最尾咧，好似全班同學都好多人都好着緊我啊！你哋今次咧係我見你哋咁多次裡面最乜嘢？最好嘅。最好、最合作，仲有咧？團唔團結啊？好團結啊！你哋覺得自己今次有呢一班咧？我開頭真係比較勞氣嘅，因為佢哋好怕醜啊，好多時候好被動。而家先至回頭諗翻咧，唔係佢冇學習動機，而係佢同我冇一個好嘅關係。咁所以頭2-3個星期咧都要大家磨合。到個活動咧，平時好靜，上堂唔多出聲答問題嗰啲同學咧，反而佢會即係拖得好實好緊。估唔到呢班小朋友其實都幾錫我。我透過依個活動先知道，原來老師要有依啲地方要幫助咯。有困難嘅話咧，我就一定會第一就會揾老師咯。我哋俾掌聲自己，你個位咧掌聲老師。佢觸動我嘅地方最大嘅係個師生關係，因為咧其實教育嘅嘢咧就並唔係淨係書本，教育嘅嘢一定係以生命去影響生命，即係咧佢哋嗰個師生關係咧能夠咁好。然後咁融洽，而且咧老師咧就係放下身段，同學又要有時做老師嘅角色。咁喺呢個咁嘅角色嘅互換裏邊咧，係讓佢哋嗰個信任咧提升咗，就互相嘅支持，互相嘅學習。教育一定要融入生命嗰度，而生命其實係有起有跌啊，有強有弱嘅。咁呢方面咧，其實呢間學校咧能夠做到呢樣嘢，咁就唔係話邊老師一定強。學生一定弱，而係其實咧，我哋大家喺唔同嘅生命嘅環境裏邊咧，可能係要互換角色。咁呢樣嘢係令我哋感覺到佢真係有創意同埋做到生命教育嗰個精髓。生命教育課咧，呢一堂嘅主題為生命體驗之旅。我好想帶領同學一齊去經驗生命嘅歷程。為咗培育學生嘅團體精神，校長馮敏儀同老師為6年級嘅學生設計咗一個名為水桶陣嘅遊戲，考驗大家臨場嘅合作能力。分組之後，大家都好努力避免水桶入面嘅水流出嚟。一見到有水流出嚟，點樣做啊？頭先第一個反應冇辦法咯。原來企埋一邊係諗辦法啊！咁你諗咗咩辦法出嚟啊？我諗唔到辦法，所以咧你一路熄咗佢先啦。一路企喺側邊，其實你個心都係想點㗎？幫手。都係想幫手。我最欣賞到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即使有水流咗，佢依然不停咁撳。當時見到水一湧而下，有咩感覺咧？好驚咯！驚啊！驚乜嘢啊？驚啲水會流晒出嚟，會冇晒。冇晒唔緊要啫。咁用唔到嘛？用唔到。好多謝你嘅細心嘅幫忙啊！玩完遊戲，馮敏儀更加鼓勵學生盡情表達，透過對話建立自我。因為我哋見到一啲，我哋預知唔到係乜嘢液體流出嚟，但係我哋而家心裏邊就好似好興奮，好想期待嗰啲咩液體流出嚟，但係我心裏邊都好想保護住校長嗰啲液體，然後咧一身睇到咁。你唔驚啊？校長話俾你聽，嗰啲係尿液嚟咩？希望讓學生咧反思一下，當中係擔心呢個入邊嘅液體流出嚟係唔知咩液體而傷害咗自己啊，定係唔想幫老師手啊？定係其實
我都覺得我自己冇乜能力，唔想幫手咯。其實靠呢啲佢哋嘅反思嘅點子咧，老師先會介入落去，去同佢哋去分析討論。其實未必一定係老師分析討論嘅，有時候同學們都有佢嘅唔同嘅見解，亦都可以幫呢個同學咧去諗佢嘅出路嘅。雖然你哋冇幫手，但係喺側邊度諗辦法幫我哋成咗。啊！你咁快睇到你哋冇幫手啊？咁但係你又知道諗辦法嘅，點知啊？佢討論嗰陣時講翻出嚟。哦，有表達自己嘅，多謝你啊！李傑，原來你係細心幫我哋諗緊咩辦法。好多時候嘅情景無對無錯，讓你去盡情去表達，而當中嘅表達咧，老師就要去細心去觀察，睇下點解呢個小朋友當中會咁樣諗法，而係從日常生活嘅細節中提點佢，就唔係話一次過如果每一次人哋表達嘅時候，你都窒礙咗佢嘅表達咧，咁這是錯的，這是對的咧，咁咧學生自然而然咧就唔中意咧喺個課堂當中講出佢嘅感受，咁呢個咧就係成為咗生命教育課啊一大嘅障礙啦。成功嘅因素就係因為我哋組冇自私自利啦。冇自私自利。會唔會好似話出嚟都唔知呢啲咩嚟㗎，我一定唔會幫手㗎啦咁樣咯。個個都會犧牲，淨係一個就喺度圍圈提示咯。哦，一個圍圈提示你哋嘅，哇！圍圈提示嗰個好有智慧喎嚇。幫人就好似正話同學所講，幫人係一份嘅心，好開心嘅感覺，而且幫到我身邊嘅人喎，何樂而不為呢？係咪啊？仲有我哋呢個份嘅愛心，其實就係隱藏喺你心裏面。究竟能唔能夠發光發熱，幫到人呢？就視乎在座而家每一位同學啦。呢日，馮敏儀校長同老師就帶住一班6年級嘅學生到護老院做義工，接觸屋企同學校以外嘅世界。生命教育係細水長流嘅功夫，可以滲透喺每一項活動。依家入邊依然係冇嘢嘅，望下。嘿！眼見班學生逐漸長大，籌備今日嘅活動，身為班主任，馬少華老師覺得好感動。醫教佢哋比較內向或者怕醜啲，佢哋好少會主動去做一樣嘢嘅。連一隻手都搭埋落個膊頭度。咁佢哋頭先所講嘅魔術表演吹牧童笛嗰啲，都係你自己去諗出嚟。諗完出嚟咧，我哋不斷去試演跟住有啲村班有得做得唔好，我哋不斷自己好自覺地去修正，咁先至出嚟個效果，我都覺得都唔錯。係唔需要咧老師，即係唔需要我咧成日係監管佢哋話你點樣做點樣做，你自己個要求都係喺度。咁我哋咧就精心預備咗一啲小禮物啦，咁我希望送俾咁多位老友記啦，希望你哋開開心心咁樣去過呢一段時刻。譬如話學習動機冇咁理想嘅小朋友，或者比較怕醜嘅小朋友，但係往往去到佢哋參與咗一個服務嘅時候，佢要去準備，佢要真係去同長者傾偈嘅時候咧，佢係做得最好嘅。呢個係我覺得最欣慰嘅。仲有2個月就畢業。喺學校玩遊戲比較被動嘅李傑，今日主動接觸婆婆，從老人家身上學習同人溝通。佢哋都好熱情咁同我哋主動咁同我哋傾偈，好開心啦，可以同到佢哋傾偈啦。變
一個畫面、邊一個印象？咦，回想完之後令你最難忘？我見到佢哋笑，我自己都會好開心。同佢哋傾偈，佢哋又分享翻佢哋自己日常生活做啲咩、食啲咩，即係覺得好似一個好溫馨嘅家庭咁樣。樣樣都貴啊嘛，就係我做呢啲歌詞咧，我就識好多嘢，又識唱意大利文，又識講英文，仲加埋我跳牛仔舞添。真係得喎，真係啊！如果你同呢啲公公婆婆傾偈之前，你對公公婆婆嘅印象係點樣㗎？個樣好冇笑容咁咯。開初我哋未認識，好似驚啲公公婆婆喺街邊好似見到冇笑容，一傾偈嘅時候會發覺好開朗咯。係啊，好開朗。即係話有時咧，唔好睇表面，一接觸、一有溝通嘅時候咧，好多嘢會唔同嘅感覺啊！價值嘅教育唔係話好似我哋中英語文嘅成績，我哋俾幾多工作紙啊，或者俾嗰個測驗考試啊，俾幾多個課時啊，就能夠咧有一個好快嘅成效見得到嘅。但係我哋好希望係1年、2年、3年，直至到6年喺我哋學校裏面都能夠去體驗得到。咁啊，加油咯喎，得唔得？有啲驚。你有啲驚，使唔使驚啊？執好啊，整翻靚啊！將來升讀中學、大學，甚至出嚟社會做事，都會回想翻佢哋喺小學嘅時候，老師同佢一齊去體驗過嘅活動，帶出嘅重點嘅信息，佢能夠記得翻，然後咧就為佢自己建構一個人生觀。